自己曬嘅咧，其實掌握住幾個竅門之後咧，就係累積自己嘅經驗。係啊，大原則係需要嘅。1至5年嘅陳皮咧，要勤於曬，係1年曬佢2-3趟都唔緊要㗎。至於5年至到15年咧，我哋要着重個陳化呢個過程。我哋要供應一個好嘅條件俾佢，就係好似你話齋啦，唔好密封佢啊，俾佢唞下氣啊。至於15年嘅陳皮、舊皮啦，我覺得係要着重佢儲存嗰個嘅條件適合，即係保管佢嘅。保管佢。咁我會覺得係用玻璃瓶，佢係可以俾你睇到裏邊發生咗個變化，又發生一啲嘅咩問題有冇？另一個呢個蓋呢，亦都係唔係100%嚟到去密封嘅，有少少空氣俾佢係同外界之間嗰個嘅交換嚇。譬如就好似上咗年紀之後嘅，即係人嘅新陳代謝都會慢啲，唔需要咁激烈啦。